对，啊，现在的学生哦，大部分就是有幼稚园到5、6年级，幼稚园、低中、高年级。现在我们有读到子女啊，或许是觉得说，幼稚园跟1、2年级有点难，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以大哥大姐来带小朋友，可是或许因为或许比较少带课，或许大部分就是照顾小孩子的一个自信可是或许看起来好像有点困难，是不是我们要改课程？可是校长要求我们最好上经典，就是经典。经典就是主语嘛，基本上不会把经典。第二节为什么你会看过啊？上过了。因为我们第一学的时候是上比较简单的弟子规那个家格言小心可是上到现在就是那个主任有说，就是能够上《论语》诗书，可是上《论语》现在上的是孝经跟《论语》，可是《论语》在上的时候，或许觉得有一点点吃力，就是小朋友有一点。所以你们那个观点国小的那个课后是从4点到5点，4点到5点，那个是综合社会来分规的。因为师资的资源不够，因为现在重点就是说上课过程，小朋友会上厕所，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你像这几天又发生这个问题真的很恐怖。所以说，其实课后的辅导，师资的资源很少，因为大家在上班。所以说，现在就是有课后发生这个问题后，我们更紧张。那一天另外一个配老师跟我说，可是又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我写了思考要停下来。但是校长说，这个家长会通过，一定要上。那我说那怎么办？当然，我们是去教读先，让孩子的品格更提升。重点我们还是要去那边助人。所以说我们等于还要再跟家长热络。家长下课前他们来带小朋友嘛。或者是他们应该是下课之后就带回去了。对呀，他会来等他会来等小朋友，家长会来等小朋友下课。这个时段是我们要去跟家长互动的时间，不然我们就是要做家访。好，那或许我先从那个。接着说是要改课程，这是我的盲点。因为那个是好，那幼稚园到国小6年级然后幼稚园里面有那个区分说幼稚园有那个国小。就是一个大学大哥的高中。你说5、6年大部。因为那个就是他那美国的读得很高兴，他读得很高兴就好。不像你干嘛这么讲？读得很高兴就对了。所以不一定他知道那个意思。那你说弟子规也是弟子规也是那些字。他如果你在看稻草来我讲的段落，先查你要问题，如果你无也还是拢搞他来嘛，你要跟他是因为种大米所以他才他朗朗上。还有程度，所以他程度我们去教程度的时候，重点是在简单的弟子规、小学规他们的学生大部分都弟子规。然后晚上呢就是要读。对，下午的就是要读经典。那你有没有就是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不要加？就是那个大哥哥大姐姐，那你怎么会不行？不然你怎么会在这里？现在还会像这次目前就是以大哥哥来带学习他，还有改善这些，还有比较改善。不然那个大哥哥请他们不要来就不要。我说你们如果不想请你们不要来。所以他喜欢来对呀，他喜欢来，他就觉得很无聊。你喜欢来要很无聊，但是你喜欢来的原因？因为我也曾经跟那个校长发问过，没有，也不是说有点心，这个就是说他们比较好，他们有些老师要求他们应该时间。哇，你说
说上哥哥大姐脾性不好，他们要来补，他说他们没，可是你们安排的是让他们教呢，不是让他们补。所以他们真的会补啊，他们要带补啊。哦，是好。你说他们带补，不是老师带的是有高一点带。我们的自动老师有几个在哪？我们的自动老师现在是2个。哦，2个。有时候3个。2个的话就是一个在教室里面，一个在教学，一个在后面上厕所。然后。上厕所是很恐怖嘞。很恐。那你们能不能把那个教室移到厕所旁边？不要说装厕所旁边吧，你们那边床呢？没有学校的那个设计，他厕所旁边就是那个兴趣班。幼儿班的老师还是要带那个爸爸妈妈也要来讲嘛，说那边还有在看。应该是不会有一点，只是说我们晚上像我有的小朋友去玩盐酸啊。那如果你他的大哥哥带他们去呢？可是有会吗？因为有的是带，比如说我是带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要尿尿，我会这个姐姐带他去。或者是这么热，你们那个上厕所时间能不能把它安排在一个时间呢？比如说你们4点到。不要记得很难。他一定赶紧教室。你一般从同一个时间一起带去上厕所回来。我们带一起上来。但是时间没有上就不能上了。就是上不了去，那我要找空本，因为候选认为这个部分真的是要你不要，我认为这样子会脾分泌。对啊。然后你说这样子的话，那个脾也就会，他们也没有办法关注的，因为你们两个一上厕所大概就看的，你要上厕所，你咧开始看一个看的，那你是不是就分析？一半以上的孩子喜欢。一半以上，但是会有50%以上是喜欢。是，那50%。就是那个高年级的时候差。那为什么或者是这样子建议真的是看能不能克服说，在这个时段里面，花20分钟上一次厕所，然后就是这堂课分2次上厕所的时间。囡仔讲无你在幼稚园的嘛，你排幼稚园嘛，刚刚呢随时就出去也是有一个课程的时间啊。对啊，那我们也希望下课时间。第二以后，你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嘛，随时嘛。因为刚开始真的有这样的设定。对，所以我说，所以这个搞不好他只要上厕所，你洗了你会不会出来找他回去了？也会，有的还。对啊，我说你呢。但是我要这种。所以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是应该这样，类似上读型的课程的，几点就下课，因为幼稚园嘛，你按那幼稚园的课程嘛，不像下课一直马上比较不会1、2个，真的是比较特别的啦。我说全部的